主席，我見到施政報告積極咁樣推動國際教育產業 DSE 國際化，同埋俾啲直資學校加大錄取非本地嘅學生，我係非常支持㗎。但係咧，要搞好教育產業咧，香港法律咧都要拆牆鬆綁，跟得上先至好。外國嘅未成年學生要嚟香港讀書咧，就要本地有監護人看管同保護兒童。但現行嘅未成年監護條例咧，只容許父母喺在生嘅時候咧委任任何人，但係咧要到佢死咗之後咧，先可以生效嘅未成年人嘅監護人嚇。咁啊，換句話嚟講咧，即係咧外國嘅父母咧，包括內地嘅父母咧，唔可以喺香港委任其他人成為未成年嘅學生嘅監護人。咁咧，呢啲父母咧又點樣可以安心咁樣交個仔女俾香港嚟呢度讀書呢？咁又例如，如果個未成年學生喺香港讀書讀下，父母離婚，咁點算呢？根據咧現行嘅香港法例，離婚贍養費咧唔可以直接俾兒童嘅實際照顧者，而係判俾父母其中一方。如果父母咧收咗贍養費，但唔俾錢去照顧兒童，個兒童咧就會輟學，呢啲都成日會見到嘅。呢啲法律嘅問題咧，其實早應該可以得到解決，就係咧通過呢條叫做《子女法律程序父母責任條例草案》。呢條條例咧係要保障兒童獲得應有嘅權利。我哋法律界親眼見到唔少案件，離婚父母咧係為咗贍養費問題咧攞個兒童嚟做磨心，但咧攞咗贍養費之後咧就唔理個仔嘅生活同學習嘅需要，對個仔嚟講咧係個家庭就散咗啦，錢又冇，原來嘅教育咧都冇埋嚇。今年咧9月30日，政府咧行政署俾立法會嘅法律改革委員會嘅建議一個落實情況嘅文件，文件咧裡面咧提到子女法律程序父母責任條例草案㗎。佢話咧2024年社會福利署向父母發出問卷，裡面咧就有60%嘅受訪者反對草案㗎。但咧，我之前睇過呢份問卷嘅內容，我亦都喺2024年8月去信政府，指出咧問卷嘅內容設計有問題，部分問卷內容嚴重曲解咗子女法律程序父母責任條例草案，會令到啲父母對草案咧同共享親職產生反感，誘導到咧嗰啲離婚父母係反對草案嘅。呢件事咧亦顯示咗，連政府社會福利署嘅內部對於草案同共享親職嘅內容都唔認識。而家政府話要興建中心教育離異父母，乜嘢係父母責任同共享親職，根本就係誤人子弟，教壞父母。離婚父母咧作為既得利益者，佢哋有能力提出反對嘅聲音啊，但係啲細路仔點呢？佢哋就冇能力發出聲音，亦冇人聽佢哋講咩嘢。所以咧，我哋司法界同法律界一直咧就爭取子女法律程序父母責任條例草案盡快立法，講咗20幾年啦，仍然咧都未睇到曙光㗎。我哋法律界咧都好失望。我哋立法會好多議員、前線社工、教師都支持議案。我希望特區政府嚴肅咁處理呢個社會同法律問題，盡快將呢條草案拎上嚟立法會審議。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